家西遊記》。我哋繼續喺絲綢之路向西行，由和田揸2個幾鐘頭車去到沙車。嗱，呢度咧就係沙車古城保衛戰，就係講緊呢度啦。咁啊，而家呢個城牆、呢個城門咧就係新起嘅。咁啊，一路過去咧就仲有保留咗一件古城牆，我哋陣間行過去睇下。沙車古國嘅歷史咧，可以追溯到去公元前6世紀，到而家都已經3000幾年啦。喺元朝末年，統治新疆嘅東察合台汗國喺後期內訌不斷，察合台嘅後裔就建立咗葉爾羌汗國。呢度就係沙車嘅老城區啦。咁呢個係叫做非遺博覽園啊，非遺博覽園。咁啊，成個沙車最多人行街啊，睇老城最旺。今日全部其實遊客唔多啊，係本地啊維吾爾人用多過我哋。呢度就係葉爾羌汗皇宮，不過而家仍然喺修繕緊，都未曾對外開放。皇宮嘅對面係皇陵，埋葬咗葉爾羌汗國12個汗王同埋44位汗室家族成員。阿曼尼沙汗係15世紀傑出嘅維吾爾族女詩人，係阿不都熱西提嘅王妃。咁佢就將沙車原本呢個音樂咧，整理咗12部曲，叫做12木之舞。咁咧就係流傳到而家。晏啲可唔可以聽下先？咁啊，呢度係佢嘅陵墓。佢拜訪咗當時社會藝人、詩人、民間歌手，整理編輯出維吾爾音樂集大成嘅12木卡姆。宮殿牆壁上面鑲咗啲木卡姆12套套曲嘅名。入到葉爾羌汗國皇陵，汗王同埋汗室家族成員嘅陵墓呢，都係長條形嘅石棺。第一任汗王蘇力坦賽亦德就同妻子合葬，採用蒙古族圓拱形嘅墓葬。其他皇族石棺上嘅花紋同埋文字都係好有藝術感嘅。呢度係12木卡姆演出，入去睇下先。12木卡姆係12個規範咗嘅大套曲，係維吾爾音樂歌舞藝術嘅典範，已經入選咗聯合國科教群組織人類口頭同埋非物質遺產嘅代表作。呢條就係客棧旗街，就係沙車古城裏邊嘅老街啦。客棧旗街喺清朝晚期已經存在啦。維吾爾話嘅意思咧就係鑄鐵鑊嘅地方，呢度聚集咗大量製作同埋銷售鐵鑊、銅鑊嘅民間工匠，所以得呢個名。呢個呢就係演奏12木卡姆嘅樂器之一，叫做熱雅普。鐵鑊呢就係客棧旗街嘅標誌啊！以前呢度係個電影院，而家就變成老影院茶館。好，去睇下先。